这个口蹄疫来除名，但是另外一种的病毒搁来入侵台湾。今年的4月，伫中国沿海地区爆发的甲壳类食竹目风采病毒，造成虾仔大量死亡。想袂到这2个月时间，这种的病毒都入侵台湾的养殖场。新竹的竹北一间饲虾仔场，早日就感染到病毒，紧急甲1200外台斤的生虾，甲2万外尾虾仔仔总处理掉。因为这种的病毒杀伤力真强，农委会要全面来检验国内90间的虾仔场，也毋过嘛免伤紧张。这款的病毒袂传染予人，所以乡亲只要莫生食，甲虾仔煮好食，安尼就无问题。新竹县竹北的虾仔场赶紧消毒，因为发生新味甲壳类的病毒，赶紧销毁全场1200台斤的虾仔，另外1000公60只的虾仔。我买虾苗来就开始一直死亡了，损失200-300万有了，损失200-300万。这个虾仔场，虾仔确诊的是食竹目风采病毒。这个病毒在虾仔之间传来传去，死亡率有80%以上，目前无特效药啊通治。在前期的时候它会有那个肝胰脏糜烂，然后还有它肠胃道会有排空的这个状况。严重一点的时候它就会开始那个身上会开始部分，然后身上可能会开始有微红。这个病毒在今年4月底在中国沿海发生，其实早在2014年就发现啊。农委会嘛在5月22公告输入检疫，5月29更加要求进口虾仔拢要检验病毒，即马陆续伫新北、新竹确诊。虽然不是 OIE 规定要通报的一个疾病，可是它对于虾子的杀伤力很强，那我们必然要把它清掉。农委会也已经要求要进行全面的检验，目前已经检验90间的虾仔场，嘛宣布讲针对消费的虾仔，大只每台斤补偿240块，虾仔仔一只补助1块，补偿费用拢由农委会来出。